好多時咧，我哋喺香港買樓咧，第一個最大嘅要求咧，就係想買地鐵站上蓋嘅物業喎。但係咧，有時我哋喺地鐵站上蓋落平台，再落商場，再去地鐵站咧，講緊啲5分鐘時間㗎。但今日 Candy 同大家睇咧呢個港島東嘅項目咧，我哋喺樓下只需要30秒左右咧，就可以去到我哋嘅地鐵站啦。一條線喎，車都唔使轉，就可以去到我哋全香港權力核心嘅中環啦、銅鑼灣、灣仔會展，甚至乎全球排名第11位嘅香港大學咧，都係咫尺之間就可以到達啦。一個500幾尺嘅單位，竟然可以做3房俾你之餘咧，仲有一個超過400尺嘅空中花園跟埋俾你添。今日 Candy 即刻同你睇睇發生咩事。熒幕前嘅咁多位大家好，我係香港土生土長你嘅地產好朋友 Candy。今日 Candy 相當地震驚啊！嚟到港島東地鐵站呢一個項目咧，一個577尺嘅單位竟然可以做到3房2個洗手間俾你，竟然都做埋個雙開門設計俾你，相當地正啊！而且咧，發展商亦都幫你配備咗呢個 Locky 指紋拍加密碼，再加視像鏡頭門鎖噶啦。入到嚟左手邊嘅位置，連少少空間咧，發展商都唔放過喎，幫你做一個大型鞋櫃同埋大型儲物量空間喺度，完全為你屋企嘅女神貼心嘅選擇啦！我哋整個開放式廚房做得相當地大之餘咧，我哋亦都做咗內嵌式嘅關係啦，所以整個空間相當地實用啊！而我哋入邊廚房嘅電器全部都係德國最名師品牌嘅 Miele 嘅抽油煙機啦、爐頭啦、微波爐、洗衣機、雪櫃全部一應俱全，再加上我哋用一個咁恐怖地高嘅樓底咧，你會見到整個儲物量空間簡直令人驚嚇啦！我哋喺呢個客廳嘅部分咧，呢個位置都幾闊㗎，所以我哋呢邊擠張3人大梳化之後咧，前方75寸電視冇問題啊！嗱，所以我哋空間唔算真心好大啊，但係你見到呢個樓底空間，你可以做翻少少垂直空間，上面間嗰間書房都絕對冇問題啊！最正嘅咧就係我哋做咗3口露台喎，大家感受下整個空間有幾大咧？試想像下啊，早上嘅時間同你心愛嘅家人喺度望住我哋港島東繁華盛世景觀，飲翻杯latte，感受住呢種感覺咧，真係不得了啊！哇，好浪漫啊！我哋呢隻積咧，有人叫飛機積，亦都有人叫蝴蝶積喎。最大好處當然係空間實用啦。過嚟感受下呢邊嘅細房區先。嗱，少少玄關位嘅位置為你做咗3大部分㗎啦，2間細房同埋1個浴室。先睇浴室先。嗱，浴室方面咧做咗企缸乾濕分離啦，而且你會見到整個空間感覺咧都係好酒店式嘅。嗱，出到嚟咧用咗少少淡木色系，再配合埋呢隻灰色嘅雲石咧，望落去相當有質感啦。而且有啲細心位置，呢邊有啲懸掛位。如果有啲屋企小朋友咧中意跑跑跳跳咧，懸掛位咧等佢撞得冇咁傷啊。而且會見到整個儲物量空間亦都係相當地充足嘅。2間細房咧各有特色喎，先講咗呢間先。嗱，呢間細房咧，大家唔使我講啦，大家感受到啦嘛，可以玻璃房一樣啊，一個大 L 字形嘅玻璃窗包圍住呢個睡房，無論日頭或者夜晚都好。感受住呢個港島東繁華盛世嘅感覺咧，都係唔錯啊！咁我呢間細房咧，你會見到比較正常少少嘅，做咗長方形設計啦，所以我哋做翻5隻床、5隻衣櫃絕對冇問題。唔好以為佢窗戶咁細，呢個只不過係對流窗嚟嘅啫。呢間房嘅特色所在咧，佢就有多個露台，就係有時咧早上咧可以出去吸收一啖新鮮空氣，再迎接全新嘅一日。你話幾正咧？主角咧我哋擠最尾啊，睇你嘅主人房啦，入嚟感受下先。嗱，我哋主人房做得3房，當然有套房啦，先睇咗浴室。